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赏析，每逢最嘛喜相逢，市民朋友大家好。上一期的名家名片赏析，我们大家欣赏的是蒋月泉弹唱的蒋派艺术作品专辑。那这一期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张鸿升先生以及他的经典作品。那老书迷都知道哈，张鸿升说的评话音列可以称之为飞机音列。那么什么叫飞机音列呢？我们还是请袁小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说来话长着啊。张鸿升先生是女评话家，一位相当知名的受人欢喜的评话表演艺术家。那么你所讲的音列呢，被称之为飞机音列。那么这个名称呢，也会到上世纪1935年8月份刚起的。这个辰光张鸿升是第二次进上海设书。当年上海第一家书场设书的同时呢，不得了，附近有3家书场的侪是大相当，侪辣设同样的音列。而且这个3家书场全部是家家排满。这个对当时还蛮年轻的张鸿升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一直到第4日，张鸿升这个一天是做队长。那么下一场的演员呢是的，时时未得。而下一场的听众呢，已经老早来了，让等在书场外头等一场3场。那么这个辰光，张鸿升正好讲到常遇春马跳为上为之书啊。虽然这个再有10分钟里向伊突然之间思路一转，一上马叫常遇春，马跳为上就飞身而下。这一个是这个词里大把人讲是大是大不相同。因为其他演员然后神像浪向往对是对往对发下去的，一打浪一下子就下去了，是3场的听众就耳目一新。所以后来呢，听众纷纷讲有新鲜感，这样理解飞机音乐。所以这于张鸿升你做的是独家看谋生意在好。主要是有新意对。原来如此，这反映了张鸿升先生能够紧贴时代同时呢也了解听众的一种审美需求，追求一种新意那张鸿升先生的评话艺术呢，适应了大众的文化需求，所以呢，他的评话艺术独树一帜，被称之为张派艺术。那在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张鸿升先生音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回书，叫《胡大海手托千斤闸》。对。那这回书又有一些什么特点呢？这个一回书呢，主要讲是牛代当时的精神，记载上的设计美元广大的武常科书的应用文。当个谁应用下去，师傅姐妹冲出武常的辰光，胡大海的水托千斤松沙，让应用纷纷出离武常。那么其中呢，张鸿升先生非常细致的描绘了胡大海这样一个个性人物，被称为是我的胡大海。那就一起来欣赏。胡大海水托千斤闸，因为女人再有的女让通脱了想要想出来了几将地海关腹地切心，因为昏君府的民不聊生，军用士气，你想了独计的口，偏是一帮金武上，天下府上几千，对不对不对，地来后炮砰一开，一忙当心。但是总晓得来个刚不应用，上乘马跳为上，中上牛脚飞虎上，江中北道不良旅上门道，神一帮大州牛人的王样，送一个府上有本事杀大字，不本事不大字杀，大哇忙阵张义门而来。有个兴旺的王人大东路，其实现在我有水都不进，出张义门一个老鬼呀，替我应用3口以塞的。当辰光5度，在根子刚不瓦西当吉凶郎各位，一方面的小大子，要进到什么东西报，包兵2位王里，压力正压力能谁来？我是这样。这个现在有种买主已经逃往我们这来了。压力正是归着兄弟心里，来此即罢手，这个命
哎妈刚个家伙，我打过来花到我背啊，金杯打开都要当不闪，妖精上火雷死去了。这被府上天天炮响，看见大字。只管来用救命只管用救命啊！海救命，啥地被海只管来？因为洪大海让府上里向去只管来养个命的，啥人要救命，海只管来用的。是那是你到海里面，你总归海洪大海，大海，大海，他讲众弟兄后一里，和面孔英勇啊！大家不客气，自然是晓得那人包容着。那么那人两家的一个可女，一个做狗，从小嘎大嘎乖，晓得那个脾气。啊，总家狗你，我家大海死了的了。和面孔勇士在后一里死了，和面孔勇士啦，来人！你落得去，不看见人马上死嘛，没得死的这样快活。谁你大儿你我去打，那么让我开开庙的开啊！对门里望着看这个老大子，上衣上大衣的，让他往面孔，先把个种手个在眼屋子上打上个老容上说出了，牙鸡毛无力兵器松照。我大海向我打你不够，而呀海上庙里，自然是晓得那个脾气，你弄的闲话谁说他的白天来讲，庙里不对，那个大哎呦，晓得上当，哪讲不走，让开来，可怎么了？过来，我晓得是哎，去吧，当都唔搞。要当中了，大夫开口，你肯是我的，孩子去吧，我可以，嘿嘿，那大夫对你嘛，跟武上年纪么轻，身佩盔龙，不能这个面孔红金丝上脸，高眉诡异，大的放去两耳身上，对郎相这样牛头虎上镜，身上像牛头上这个。这两下牛头不弟兄，结波夫人。孩子，这个老先生，别客气，老王爷，你带了这许多人马来入我们府生去了，还是要我们大家死给你开啊？这三爷我的门大没理，那到这个人身后是样都是不能看。把家伙斗下，发起传旨，让你们为尊家乡。真的，谁来哄你？老王爷，你真好人，你叫啥名字啊？夜里正好，夜里玩的金子买好，这个怎么叔叔啊？你怎么没得你？对过来，对到了，大是不必。天下英雄，大家听听啊！这个老王爷好人啊，我们大家把家伙丢下来，给了哺乳，让我们围住家乡，快点对！瓦西当弟兄晓得舞蹈海拉勇气，加上擦浪往地上相倒，那么其他的武上可就你都懂一个擦倒，舞蹈海自家妇女不懂的，那他这不进来是你那智慧，这智慧妇。那个妇女要智慧，这个你们大家听听啊，不要忘记这个老王爷好人，这个他叫叶立正，你们把银珠子递一递，大家不懂逼弄眼睛上去，把他个脸蛋子系一系啊，回到家乡挖一幅洞，挂在中堂，早点做，晚点香，要纪念这位老王。老大子一听，路上年纪轻有威信，我个有良心。要侬让你和我好子到屋里向去火在中道，早点做压地香纪念我。
那么我女人迷蒙是内心的，本港何止不懂，几年不灵有，要么妓女的死肉的，我不等到鸟猪围廊一搞，搿只水没来质量个85岁，按照水嘛压力一错，想你，那是当破绽了，至少。搿个辰光，吴大海随了口那个鸟的，快点进桥来呢！到搿才肚子下去讲，把你害得来擦啦擦啦，一个都是老侧边围上擦啦。那个妇女，这个老王一好了啊，这个你们不能忘记他没得良心口中，也妇女啊，反正哈啦啦，落高地江啊，一个月就进。我少天北海落高地江，可是你收金人习惯的。那了，我收金人了，交房协理了，消费人吃么子特别注意。西瓜子们不海洋菜制造，而且吃酱肉们要大山子的酱啊北洋的肉干的，这边所谓鱼龙泥巴鱼，老鱼实体它不贵，刚才用人，但肉干的嘛酱，个用人下午上来，老鱼实体他们做上木酒杯，啥个木酒杯呢？好子我的第2块木头，他吃起嘛。不是是么农村人高马子走来的，这要哪么来的呢？不对哇，我家弟呀，那个不是我家弟呀，嘛，恰切噻，没办法啊，自家也不同意，那么哪里贴错了，寻到这个陆家弟讲人高是我不认得，那么可以都不长包子的我，门上我干不到带毛，那么可能也是大高啊。穷苦人嘛，然后家伙一个介绍，我就不长不理吧。那脑子找吧自己包好，贴脱了，大一个门口的，巴拉拉一根头，我说家在发白，那么哪能发呢？你马上随我家一块鱼身上烤，包好，那么随我那个找吧的孩子了，我烤下个找吧落干地去弄下，盖下喏。俺们是陆家地来着喏，俺们一块，这开了一口是陆家地，没是2样。你看呀，讲的对哇，颜色黑个什么？应该用的是秋子么是呀黑个呀，个没是2样，往直接往，哎好，这要是不讲野火机会，除了说你还野火，我容易不明白，那些人往府上开心啊。和你可以用苗鸡啊，这个文有书小鸡，一样猜着，你是有大小大子包兵而亡矣。这样，大王一出去被黑姐妹子7个8个一副骗死，那你阿哥3步你基本上骗死他的呀，不是骗死他。马上就小魔大虎雷东大推老2兵死对的我。当不哇！一秀出来，吴大海一口不认同，这个蚂蚁非常大。你要想你们府上的老子，你的斗鸡草一定要用出去，那么没办法。老大子一口，对，马子大子，你应该把我家哥哥骗死，你家姑父是3岁孩子，哪骗得死？你叫什么名字？天下第一狠人，你不要问，你叫啥了？严厉人，外让主人终日怪放屁。这个你也打了。当然嘛，一句说话，你们姑姑临死人光通带个信给你，那么个大字不懂，你也够时间也是，你个姨子们拿去搞不凶手。哎，你什么事？他说我们兄弟来嘛，叫他一道来吧。呀，要陪滚你娘的呀！死不能啊！一副的铁马哟，死的当手动起毛大还吃不行。吃毛病的，还想吃毛病的当，大子喉咙可以插，反正人出来哈啦。和你会用个了动机场搞你好气啊！我倒还想我下文晓得，还吃嘛你们呢？
不是妙计，我是用法宝。他说的法宝啊！是他们说自家弟兄当中谁懂容易应用胡文郎，小到吴大海给不到，你怕一点，谁那个大字说啥？哪个人光大啊？小大字他们就追我，打到追，打到杀，盲君子什么东西？神女郎像都通红耳米，通通规则。两位王爷出毛病，你不攻击回兵杀炮。一方面，自家的挪快七进杀放下去。这个七进杀了，不是杀人，谁是个种硬日中一个杀，谁是新大陆的杀人？哎，也就是吃东大的杀人。刚当修嘞，硬日包铁皮贴个五道兵上的八，与七进说。那么按修来你分少几分你分我来些，不能马上放也鬼的，干嘛卡不够，用个白醋慢慢加，嘎嘎，这个武上大神熬是鬼，什么东西带动出去带销说进来，自古的用居民啊，天津大屋来的，天津大下来啊，自然是不讲。说到底，洪大海替我杨子明，我龙家中怪洪大海。现在我再海里自家不让内外人，不想帮别个弟兄巧取我云了。哎呦，像自家弟兄两只屁股里千斤缕是用得出，但是这个么子被还有几家境好的，该家有几家境节的。那么弟兄当中几家境啥人更好的，假设也是吴大海。说那个吴大海马过司仪，一个马司仪啊，你不懂也都不可以排出去。说那个什么弄不清爽，是稍微搞领队，开始一代司仪六七八斤的人啊，等，谁搞门面几个？多少分量？300斤，马不弄吧，好没好，自个斤啊！你天子少400斤，等，这次6天里楼上面门绑上的扣子。就我们俩这个780斤，不过没都带出去，你下午的谁容易？不过现在呢，家里去托财经哪里不肯？这还不得当鱼上了？我云龙花我木本妻子在木到吴大海隔壁，大海这个我云龙，你我对吗？你难夫计较无来同意对吗？我与公事在身，你说公事啊？天下永东要加4个，今年谁人去托天津大，我要去托天津大的呀！你2条绑板里谁拿出来么？就30不进去，哪出得动天津人？天津大名实的天津呀，那么巨人多少分量呢？我云龙啊，心慌着，上面刚刚有声音，自个要紧是为了想领略，想是300升一斤了。不厉害，为多少分量呢？3斤20两，那么4斤还不到啊！我要收得了。是啊，哎呦，我拖了天津上还有好处啊！道东大水居是为冲击，我也要讲我大恩公。吴大海恩公大发的无事，道东大水居是为冲击。你想各种事情啦，最应该他在那比你好，啥事情没事呀？道东大水还去居牛为真家伙。我让碰到那种机会，跟你商量口。完了，让我来去吧，不能给。这说道理，3乘8条为2将领，背到2里，遇上了2口大事，谁都听见的明白，让我挖越落的了。一样啊，人家们起来，谁说天津人哪一个吴大海？吴大海哪一个呢？是华云龙的姑姑，你明瞎想了，不能给。那么你说呢？真假的你天津大下面恩公子应当弄的是华云龙。那么这我想一想，是9年里不能改听得出来。这个我去说白人，这么你叫说叫吴大海，根本这个我呢。他在这个地方我叫瓦云龙，他一跑老子心比吴大海，这王八蛋手指聪明，总怪耍5个蛋，
为是上你给当来了。来，副队长，那么你来当五代嘛？花无500，何云龙沙漠7里木，那么康配就在7斤大屋里，3斤10两，4斤2不到，跟人没这关系，没关系。那么好了，他刚才带动嘴，何云龙这个的旁边大黑，7斤大最终于都3分量啊，你说，这个3斤10两了。我不到底了，从我来了呀，是不到底了。大话来，刚，这是有了，该这下呀，那就是要发魔呀，对于盲生的人干一击，心里明白，讲不出来话，也当是当。天津老的恩公杀人，英勇杀人，花云龙3斤2两，4斤2不止，有个4两不是出来。大东道下去就是呗，你来好在哇！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叫啥名字？叫什么名字？叫吴海呀！刚才想杀他这西走，我一个桃子带着去呀，吴海大，长的大吴海呀，当中吴大海呀，哎呀，把一个名比出7斤了，我要去的，你们这个上一个东通红儿米这个你，哎呀，不气啊，有个枪的。刚才6个小打子用3根棍子把那个天津上头，对面的几颗的傲气扣的昂子，一个水8斤嘛，6个8斤。好，1、2、3啊，1、2、3，嘿，不来了。天津上你强黑，到我8斤的行得了啊！你啥样子的哈皮？一个队，于是谁呀？娘娘，干！一兵，领青外手领青，我到肚子应该上的8，东上路了嘞！哇！两只小桌子上有着一用气力不罢，跟老西看，这金耳朵了嘞！哇！搿辰光1600斤，那单位能给讲闲话啊？这不至少天津的干下来的辰光，不大活络，那个身上了归分量起来不。如果小杂子吹下来嘛，天津上这都500斤不到还来是啊？那头上都真不死了呢，两个年纪身上头上都是不死。是种不是头上是吧？哎呀死了！哎呀，一个脑袋弄了顺利来是吧？一个队弄着顺利下来，说到底把了中美结高浪队写了什么？该靠一方打嘴腿呀，那一来一方有了顺利啊！嘿，那不倒是一个脑袋弄了顺利来是呢？前年那下面公是哪一个没点杀人？老子不大黑，学着学生呗，大东大西要去就是呗，管你娘个的！哇，学着学生啊，大次这是。周深先生啊，不但是说法新、角色好，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说书非常注意书性、地性、时性。这个一句话就是针对什么场合、针对什么观众，怎么来说好书。他还有自己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擅长放噱头。他的噱头称之为牛力血，以幽默自然见长。那他的外插花噱头常常也是嘲讽、自闭、风趣，而且富有回味。对个，那么张鸿生先生的噱头呀，那你平台家呢是相当的有名气的，所以作为你平台乐，平时还会哈哈大笑。
我们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评我西头讲五个港头行最灵，那个为是呢一句不思议，上海平台头个春节联欢会为啷个表演节目，与张宏生带领两个学生子张业生知青的里面开讲的。那么呢，这么个前头啊，与当时个节目主持人唐根亮他是范扬州家在讲。我对于妹里面一出五个港头行最灵，当张生一上台，亚方这个乐队，你讲刚刚与两个港头半步，所以大家一定呢在为一个设置起来。所以我们下面要放的这段实况呢，就把这些都一起来放给大家看哈，让大家来轻松一下哈，请欣赏。叫你，我一个节目是阴历，有张生一部，那特新节，那特新节，不是张武生一个人哦，外语了，上当。哦，上当，那么伊里们倒听为师了，比如上当的，今朝非得上当，还要多一个人，还要多一个，我晓得了，知青岛大概，对，哦，兄弟说这是好吃的，张武生、张业生、知青岛，你都是师徒叔叔三个人，那么大家晓得张武生的纳税家生意是胡大海，今朝你都是一位啥个师爷，啥个师爷，叫五个港头行最灵，为师到讲啥应该马上嘛，这个五个港头行最灵，对。师弟假使有一个港头已经没那么多，对，哦，就说是五个港头，对，经过港老师、港头弟、港阿叔、港阿叔，一时代个港头，精彩个，那么听港头来说，好，是港师吧。保证两港头不磨不哈。他是讲，那么我们这个今年嘛，虚的话，77岁，这个口是口不出，没能想。我们男人，我们中青年，中男人，这中男人，做哪个这个？中男人，因为这是我的设置，不是路人设置啊，还是你子，这个人呢，中青年在，还是生意那个，这个是我投资，百姓是不投啊，斗地女子，那么我们职场上不立起来着，不是说年纪大了之后抬头约束了，让两个小辈向大家来帮一帮，都帮，根本立起来帮个你吧。乡亲的观众们，祝观众们新春愉快。这大家让你师兄上发福。让你先生上3岁，那么刚子多一天嘛，4分10，这个嘛是为14嘛，都是说同样。那么说就是说个开明朝自由章，让金陵的现在的南京上往日3年上下。那么春节呢，常常来是经典丰富，后来是牛下家家大兴获得，让那宫里下深宫内有等秘密人人，普通老百姓也如此，就是所谓国府、商业人、做工的农民，一切才是与民同乐，普天同庆。那场诗浪神阿的口是忙到金陵如神，满天红光。今朝谁要讲嘛来不及，只讲一个人讲，啥人？司马里永春里胡大海问，胡大海那真的是港东那。讲出什么明白？港头今朝都请客，请4个港头，那么你4个人都是结婚了，
这是自家家的当然，那才是在思考了，万有得去用得来。因为我云龙不给当衣裳上分公羊，你外地我非要公，半夜做鱼呀，做的小的，等到鱼来小的上当，那么去寻找我云龙的努力，屋里个灯谁去用得来？哎呀，思女分国富将什么鬼个？你叫他认得弄，所以屋里向灯更多，那所以啊，弄他弄不对了。那所以个的灯呢，才是你自家手机看一看布置，上女美好，一对少匡胤千里送金呀，灯，后头一看，这个上面呢，随我说这个是潘经理，这是西门庆，啊，行，搁那边看。吴大爷讲没讲？语气性，可是精神无人，兄弟啊，那现在呢？四高头两米手，当中一对红蜡烛，搿浪向作为知人介绍说的当中，本该是背靠，你来介绍要背知，背个知人。你的当中2米4行，阿王吴大爷吃嘴吃得起劲的当口，这个老妹啊，哦，这个小宝啊，这个出门就没得区别，我们来赢个9令好哦，这样赢法，赢得出进去3倍，好，赢不出你，这个呢咋？去哪一屋冷水呢？是啊，所以我去拿得来一头狼丝毛袋子当中一包，谁是2块胖肉，痛，饮不出冷水扑肉。哎呦，秋气难忙的，这个是规矩。那么法令了，要这个是吧？啊。我不晓得我，根本是中共的，没对。哎呀，落地无声，落大地上没得孙英一样东西，那么死着就能够跑，也是一样东西。要与这句说话没得这桩事情，要人了。好，应得出这样，进去3杯，好啊。哪里来呀？这是无水令，无法令还是水令？这个麦师傅啊，你先来吧。4个港头收了槟榔，上水里收的麦师傅，槟榔像是12两币，下水里像木印不是木光，当中吴大海15个港头，你在第一海到麦师傅，麦师傅港头啊，港的深度比较浅的点。一想，哎呦，咱们哪个？这一样么子跌到地上也没得声音，可是唯一一只山口是动物了，现在讲起，那4只就能够爬路的，唯一一个句闲话，那没个张尸体，咱们太上想一想，一了，我说落地无声，一滴水，就是没得声音4株人影，一只女，一只说话没得这样事情，问在里生水，对的，说话是语这句说话就死要了，但是真正锅台里没得水生出来，进去3杯，进去2杯，外头这挺好啊。这个来，小猫，你来吧，你肚子里的资格好。各地像莫因此跟在港头当中后期之水，一首你的位置，落地无声，一点讲，一点讲蛮好，你这声音的4种人语，一只羊，猪羊，4个脚，如斯可里做道上，这王八蛋聪明，如斯可里好做道上，地路可里好唱戏着我，蛮好。
这个双老呀，7碗酒啊！你说的好，3杯啊，王八蛋！这个来，这个小老2杯，这个高度比你这个，我讲老李无声，一对错这样有理出来啊，蛮好啊。始作能言一只红，无理蛮好。吃海的老母今天是挺开心的吃海的老母，有这句说话，现在有这桩事情，哪一个呢？吃海的老母，哎呀，不靠这里，王八蛋！这个大魔女来吧，他为莫慌，是你的高头当中高的顶级困难。平常人我身上叫啥也在忘记脱，现在这里还最灵验的事情。哎呀，我宁可吃这个冷水不如哎呀，无趣的我，慢慢叫享用享。你这个，有了落地无声，一点伤，一点霜，风霜雨雪的霜，糟啊！没得声音，四足能行，一直张。好，装包子这个装，有道理，你都知有道理。走路换错旁王八蛋哪想出来？巨龙5错旁，条错旁，最主了嘛，5个旁弄到你身上，你的旁弄到我身上，小娃子有这句嘛，这当事情呀，想不到你们到都有点资格啊！好了，来，大家请进，来去喝酒吧。你来了，我领过水里无所不差，讲啊，你们乌鸦说个你们在说公的呀？你不是就冷水泼我？是冷水泼我，想不想狠都没狠冷水泼入5不成。我的用上一滴酒我讲过得了你咋酒了？少瓶酒，我高粱酒。不，怎么要哭出来的？我的用上一滴眼泪，都这个事都要为公司了，分家出几个字，这个家园分家的钱也不对呀，眼里是两滴的，他怎么只有一点呐？一对呀，是1对呀。难道始作能言一对鸡，是这个鸡没听见过这样子有做鸡呢？糟鸡只有2只脚。有道理呀！你看看，前面个大鸡刚刚补小鸡，小鸡补出来也是2个脚，那么4只脚是4只脚1个鸡你用这句实话没有这张事情呢？这个讲这个事体到龙江去了有这句说话嘛，这张事体，你想想看，你快一点呐！这条裤子放，别放，我要放了。也今日木头不大，你说的自己收手了。好，高认为这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呢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好，我最同一时间的名家名篇赏析，现在为大家安排的是杨振勇先生的周菜，欢迎大家到辰光随口。好，观众朋友们再见，再会。